早起7点所以咱就准时开始，嘿，啊，袂使讲开始，准时起过，啊，今仔日的主题就是北溪的福音甲文化遗产记忆的第3场，是要来讲白话字的读册会，阮有邀请打到台语文促进协会的找台语读册会主持人武阳先生，甲参加读册会读册班依婷，个读到有妈妈的润呢，来甲咱讲因读册会的情形。我是金南书院的明翰，我嘛来讲阮金南书院的读册会。所以即马就是甲时间交互武阳。好，大家平安我来分享画面。好，安尼敢有看到画面？有。大家平安我是黄武阳大家叫我阿阳等下我会甲读册班依婷兄做伙来分享台湾博览会找台语读册会的部分。要简单分享的部分是有读册会基本资料读册会历史背景，还有安怎进行，伊的特色会记一个讨论的咧，就实际有伫读册会讨论的咧，还有伫读册会遇到啥困难，还有安怎解决还有即马读册会是安怎建文章未来安怎拍算过来就会交互伊听兄伊会用伊的角度来分享伊参加的感想。好读册的基本资料全名是台湾博览会找台语读册会发起人是吴家明协美伊有讲伊会发起这个读册会因单是迄当阵无人在办白话字读册会，无像即马像讲今仔日就有三个读册会来分享各有其他的无来分享的，像中根兄嘛有家己的读册会，就是嘛是白话字的读册会毋过迄当阵就敢若有汉语的伊感觉就是汉语真学读，拢咧找汉字安怎读这个读册会时间是逐礼拜三，台湾时间暗时8点半到10点半地点是伫Google会议室，像今仔日安尼合办单位就是台湾博览会若有趣味想要报名，就用找台湾博览会的 Linktree读册会内底，还有咱群组，就是全台湾话白话字讨论。过来要讲伊的历史背景其实头起先伫2019年也毋是正式的读册会，伫正月下面是招几个朋友要教因白话字，一礼拜一届，伫素食店顺续食饭教了，佫会继续读册来互因朋友较紧进步毋过伫2021年应该是2020年年底的时阵，就拄着武汉肺炎，就煞位煞顶用 Skype 聚会，毋过伫2021年6月就公开招人参加伫2022年9月就为 Skype 刷到 Google 会议室本地是虾米家己在办为2024年8月起
就和台湾博览会合办，因当是有较侪资源，伊嘛会使做较侪代志。为迄当阵起，就招我斗欢。当初是迄米嘛，想象袂到，讲即摆会有遐侪人来参加。先煞讲，就是拄则民航有讲，就是打到台基本促进协会伊是对我就是阮会用台湾博览会所以这是台湾博览会读册会安尼。搁有读册会是安怎进行？书写者会先讲今仔日按倒读起，看敢有读册盘愿意来读。若是无人讲话，就会点名邀请读册盘来读。其实读册盘一届袂读真济，差不多10纸左右。若是一拍伤过长，有时嘛会先读一半，就迄拍一半尔。过来书写者会问看有是敢有问题，还是有无了解的事，还是对拄则读的有啥物建议，譬如变调无正确等等。若讨论煞无读册盘阁有问题，就会换后一位读册盘来读，就是要读的来读。读册会结束的时，就会看进度到倒位，后回就为遐读起安尼。好伊的特色，即个读册会的特色，因为是和台湾博览会合办，其实迄嘛真注重这就是要催促台语文正常化，包括听讲、读写，等下小可讲着，当然读册会有读的部分，因为读册盘爱轮流做书写者，安尼就有讲的部分，书写者爱负责负责分享画面、斗找词，就是练习用找台语这个假诗。其实读册会未要求讲，伫读册会进前爱先读过文章。其实读册会嘛无赶进度，袂去限制讨论范围。等下会举一个讨论的题。袂晓顾台语讲的事，嘛会提出来讨论。就是会讲这个事会用伫安怎讲？有时阵嘛会做事安尼。互相点醒，就是伫台语无白嘛的话，即种伫中国话有诶意思，也是像对举例讲言安怎讲会较好，阁有字词发音，像有合顿诶，也是有导音等等，也是甲网络讲做网络都会提醒。阁有咱即种有时阵忽毋着，嘛会提醒安尼。强调正确的台湾历史观，就是毋是实名者想要互咱的历史观，像讲国语，其实是咧讲中国话。民国几年，较好的讲法就是19几年，还是20几年安尼。当然啦，阁有像闽南语，有个人也是会讲闽南语，就会提醒讲爱讲台语较好，还是台湾话。阁会学安怎用台语解说台语。你若有用找台语这个假诗，就会知影讲，伫内底有足侪词典，有台语，有英台、台英，有台华，当然嘛有中台词典，毋过就是欠台语用台语来解说词典，就是所摆若是有读册盘知影一个词的意思，想要解说，就是用台语来解说，莫直接讲迄个中国话的什么什么安尼。阁有尽量保留腔口，因为迄个嘛有强调讲，就是其实白话字是字，读到尾会甲这变做图像，若变做图像，你咧读的时阵就用你的腔口来读，像讲宜兰腔的
接饭配卤卵，也是安正腔的鸡仔鞭等等，也是台南腔即种，就是你咧读的时阵，若是文字是，若是照白话字，若是你讲拼音安尼来读，想讲你是真好食啊。若是宜兰的朋友读做真好食，我袂特别讲迄是毋对安尼啊。阁有像会讨论书写问题，因为咧读文献，有时阵会发现讲，其实有一寡所在，即马读的时阵有轻声啊，就会讲需要加轻声符号，还是大小本字，有的所在有特别爱写大本字还是小本字安尼，等等。好啊，另外一个特色就是，其实读书会会做记录，每礼拜伫台湾博览会各社交媒体平台会分享读到的书，像这就是为册啊，就是 Twitter， 以前的 Twitter 顶悬都有写讲倒一个书意思是啥物文献里用的句是啥物是伫倒位用读到安尼。对，记咧每礼拜都有一个数安尼讨论的咧，这是几礼拜前真正有讨论的咧，伫大人生1955年写的有叫做协力奉献听你也假同世间第15页第5甲第6趴我简单读就是介好，自生喙发了后，拢毋捌出外行行咧。真新娘即时赞成，毋过咱的衫裤甲皮鞋拢袂见伫穿啦。我想等顺一个煞来做好无？真新娘赞成出外煞安尼提议，都读册盘要问即个事袂见伫穿。伊就有讲，敢有可能写毋对是袂记伫整，毋过若是袂记伫整，就是一个有片音，一个无片音整甲整两个声调无共，就会特别去找词词内底就找讲真正有袂记伫整，袂见伫整袂见伫整嘛有人讲袂见整伫 Marino 内底两个收做伙，安尼就有可能见证是一个词组，就特别去找见证有影有伫日本时代都有用，伊的例句嘛是会见证伫，会见证伫，就读册盘就讲有影有，就是含袂看口伫真话意咱来看就是讨论到倒位，就是为袂见伫前讨论到后壁的变数。是安怎到遐小可来看，就是我捌互讲过，查某人毋通跍袂看口伫，对，跍安尼歹看，就若咧甲人讲你是不良少女，无太会干那讲查某跍安尼嘛袂看口伫，对啦，伫外口拢毋通安尼跍。我嘛捌听讲，干那亚洲人有才调安尼跍呢，敢有影？我听过讲欧美人若安尼跍会袂知，听讲因当时较骨做了无共，无怪因国家拢无跍咧会变数，就是安尼就是有小可讲，就是无袂特别去限制讨论范围，毋过但是高一个人一直讲，可能就会小可提醒毋过若是有足侪人互相安尼讨论，就会互大家讨论。遇到啥困难，安怎解决？嘛因为伫台湾有视频教育的影响，常常要是有读册盘问讲即个词汉字安怎写？就是有时阵就会讲其实无共人反正用无共汉字来斗其实了解词的意思，并知影汉字安怎写较重要。
嘛是因为母语长残，有时有一个问讲，即马讲话若用即个词无人听有，感觉要继续用对，小可讲笑亏讲，就是因为即马真侪人会讲因完全听无台语，就是若真正惊人听无，安尼根本就毋免用台语讲啊。毋过其实加用，因就有加一个机会来听到即个词当就会较捌即个词，就是因伊咧讲的时阵，其实嘛毋是干那讲即个词尔，就是你会用规句话讲过因若捌台语，嘛会用要讲迄个词啥意思，还是嘛用问你讲迄个词啥意思安尼。有时阵十几位读册伴参加，毋过就迄5个咧讨论尔。所摆即个轮流做书写者，就是逐个人拢有机会开嘴讲话阁有若是咧要请友子来读的时阵，有时会先邀请较无咧讲话来读安尼。好安怎建文章未来安怎拍算？就是文章其实拢是下笔咧建的主要是建白话字较有代表性的著作。头起先是建几篇教会公布的文章嘛读过下笔家己写的作品尾首就拢读较长的，也是几本的。头一本是读10项关键，过来较侪是读白话字的小说，像安妮的目屎、甲阿英等等。现此时是在读台语白话字文学选集内底小说剧本精选的文章后一本按算是要读张如峰教授的阿峰伊的5度的空间。未来其实无特别拍算，因为着继续读翻译白话字文献足侪，根本读袂了。好刷落来就会交互伊听兄，伊会用读册伴的角度来分享伊的经验，伊感觉困难甲对伊有利的部分。多谢大家。多谢有样哦。好，大家好，我是依婷吼。拄则有样讲了足详细因负责去做即个读册会的环境，我负责享受即个读册会的利益。我着用我参与者的经验、甲感受，甲大家分享有样是真正经的人所以伊讲拢讲甲足正经的线顶嘛有，我看即摆现此时线顶嘛有几个阮的读册伴所以应该着讲知影讲我咧读册会拢较无正经加少6点讲一寡较趣味的无正经的代志毋过我感觉这都是来参加读册会上要紧的部分就是讲这读册会其实内容占一半读册伴佫比迄个内容佫较重要所有会当甲即2项甲做伙发挥效果的，就是有样拄则讲的遐个规则我嘛是对即个规则内底去得到好处。毋过我要讲的是讲，因为有即个规则的制限，所摆我咧参加即个读册会的时阵原来有艰苦一站足大站下底就是我要讲的。其实我要讲的主要就是一件要紧的代志尔，就是头起先去参加，我会感觉我是青马牛，佫行毋知路。所摆中我有退出了，经过一站足大站，家己读册了后，感觉家己程度有进步对着阵，才佫转来参加
佮翻头转来参加诶是，我才真正是理解讲啊，为虾米要设拄则有样讲诶遐个规则啊，我嘛对这个内底啊，啊，甲读册盘诶欣赏，得到足侪好处啊。为虾米会安尼？哦，主要就是因为我个人吼，我是2冬外前才开始学台语诶，啊，这2冬外前我诶程度就是去参加高雄诶第一社大诶台语课，啊，去遐是基础诶，是教台语诶发音甲变调。啊，金花老师是阮诶老师啦，所以我诶程度是去互叫起来自我介绍，拄仔讲大家好，我叫做林怡婷，啊后壁就无再调用台语搁讲落啊。啊，因为我过去吼拢是伫台湾是受实名教育啦，所以我惯势讲诶是华语加四角字，啊，迄方面我诶程度还算袂歹。啊，毋过伫台语方面，就是幼稚园诶时阵，还阁有伫厝内伫讲，啊，毋过迄嘛是生活用语尔。就阿嬷带诶囡仔，就是去食饭、洗身躯、写功课，啊，炸便当，但是学遮台语尔。正经讲要用台语甲人对话吼，入去到国校啊，就无啊。迄时阵是伫学校是袂使讲台语诶。所以我诶养成诶教育，一直到我50岁啊，还阁是会晓听啊，会晓讲一寡热气仔话台语啊，对话普通日常啊，听到大概是安尼啊。当然都是青美牛啦吼。啊，以安尼诶人去社大学台语诶基础班、辅音加字母哦，安尼尔就想要来参加即个读册会吼。啊，所摆迄个时阵有去熟悉，经过即个打到咱诶博览会吼，熟悉到虾米啦。啊，虾米迄个时阵嘛有帮我2冬外前帮我装电脑管顶诶拍字，拍台语诶拍字。啊嘛，对于遐学着要安怎使用书典，要安怎伫手机内底装拍台语，啊，所以这拢2冬前诶代志啊。啊，就是对遮去熟悉着咱即个台湾博览会遮个读册会活动。结果一个入去了后吼，即张这就是我出的册吼。我本身是伫算家己诶人啊，所摆用诶拢是四角字甲汉字，啊，白话字会当讲是零啊。啊，我会去遇到啥物困难呢？比如讲，我有参加3个读册会吼，上顶悬即个是沙巴仔读册会，这读册会的确个是拿纯粹诶大人诶爱，甲无影无食。哦，啊，过来就是有咱博览会即个读汉语诶，读单名人诶，著作。啊，咱找台语是全台语，而且又阁是全白话字诶。啊，我会遇到啥物困难呢？就是这读册会内底全部照即个规矩吼，拄则有样讲诶规矩，爱讲全台语。好，我有才调听，毋过无才调讲。啊，写诶时阵吼，尤其是咧群组内底写诶时阵，爱写白话字，啊，歹势，我完全袂晓。所以伫遐就是变做无臭耳人，毋过会教，啊嘛无才调回应，所以感觉哦真艰苦。啊，迄时阵伫读诶吼，拄啊读迄个安宁诶目屎，甲英啊，啊全白话字，所以对我来讲，读一撮差不多着吐半步啊。啊，所以迄时阵想讲哦，安尼袂使，安尼差伤济。哦，啊，所摆着家己过去即个高雄文学馆，一礼拜差不多有找规工诶时间吼，拢伫遐家己伫读啊。2冬前、冬外前都有搁去考即个认证啊，真认真去考认证，啊嘛甲白话字考过。哦，所摆我是有2张证书啦，有到甲4万诶程度，啊白话字最高级嘛考过。我想讲安尼即声妥当啊咧吼，所以安尼应该是无问题啊啦。啊，搁翻头转来，搁去参加即个咱找台语诶博览会啊，即个读册会，吼，我甲讲还是搁对袂着阵，真艰苦。啊，迄时阵已经换来要读即个
倒手边吼，即个白话字的文学选集啊，咱蒋教授蒋伟文编的即套吼，去掉吼，规套到尾来6本总共读完，读完了后讲好，啲声我过来参加看卖啊，哦，啊，即届过来吼，过来参加的，因为我家己拢读完啊嘛，拢读煞读过啊。啊，所以即届来就发现讲，哎呦，大家咧讲啥，我就较有概念啊，啊对较会对啊。啊，对这读册会内底，我嘛去主要最大的成就，应该是讲我会晓使用词典啦，啊嘛建立一寡较正确的白话字的概念啦吼。比如讲，咱台语是词，毋是字，所以爱查词典，袂使查字典。啊嘛，对即个咱找台语的使用吼，会愈来愈熟手。啊嘛，知影讲啊，有的词是1932年就有收，啊有的词是较近一几冬才有收。啊，啥物词是共用词，现在较有路的，会当经过这读册盘吼，甲阮看教。啊，我是感觉读册会内底上要紧的是读册盘啦。若准讲内底无遮个牛人吼，我感觉参加读册盘诶，即个效果就会差真济。啊，阮即个读册会，逐个水准拢真悬。我头一摆参加，还阁拢对袂着阵，家己阁退出，后来才阁入来，所以逐个程度拢真好。对这个牛人的欣赏，我确实是得到真济啦。啊嘛，找着讲逐个程度相当，啊，阁愿意互相甲对方交流的吼，会当讨论的人，实在是真罕得啦。就罕得有安尼的读册盘吼，逐个会当斗阵做伙开课。啊，当然，这套系统我是真感动啊，这真感动啊！大家若准有咧使用的人吼，会记爱加减赞助啦吼。啊，当然就是这牛人拢伫遮啦，我嘛真欢迎大家来甲阮做伙读册啦。啊，我有参加几个读册会吼，参加过的读册会，看起来我凭天良讲，应该是程度上好的，也是读白话字啦。我讲的是台语程度啊，因为咱袂去互即个四角字白掉的啦。啊，你研讨的遮个内容嘛，拢较深嘛。啊，尤其咱有拄则委员讲的遐规则吼，你做一寡制限，所摆即个讨论的主线嘛，较袂乱去啦。啊，嘛较有台湾意识啦，哦，有台湾主体意识。啊嘛，较袂有迄种无共款的、较怪奇的吼，伫咧读册会内底冤家吼，较袂安尼啦。啊，最后就是讲，我对即个读册会内底吼，我已经到呾2冬外，我学会晓读转白话转罗，会晓讲转台语啊，所以伫我的工课甲我的生活内底，就是已经有才调用转台语来生活啊，包括讲我即嘛会当用台语文转落来写字啊，来表达我的意见哦。啊，最后就是讲，除了四角字啊，甲即个正教之外吼，我因为安尼，我即嘛转去高雄第一社台的台语社吼，转去做副社长，啊嘛会当甲大家伫副社长迄边遐的工课，会当甲大家走帮站啦。啊嘛，伫咱台湾的詹文溪电台吼，有帮因帮站做一寡广播剧啦，还是讲线文的念读啦，啊，会当去做声音的演员啦，会当帮因配音啦、过音啦。未来应该发现讲咱台语文吼，愈来即几冬愈来愈好啊，作品嘛愈来愈侪啊，咱白话字的文献嘛读袂完，所摆我会阁继续参加落啦。好，加再倒会着阵啊，真感谢吴阳，感谢夏米创办创即个读册会吼，互我有机会，然后安尼甲大家做伙读册啊，真感谢。以上。我来啊，我想要来问武阳一个问题。我嘛是有去参加这个读册会啊，
我去是感觉是去充电的，就是普通时啊，我就是因为伫咧美国遮，伫咧输出啊，拢无啥物进步的空间啊，就是一定爱去找着台湾的高人，我会当进步一寡，啊，我感觉讲遐读册方面也是拢程度就好，尤其是亲像贵兰这啊、小比这啊吼，啊，就是别的物件真多。啊，嘛是有看到一寡少年人，我是感觉讲，咱即三个读册会内底检测少年人上侪，可能就是找台语读册会，啊，毋知有娘，你伫咧教育的时阵，对遮个前辈甲少年人中，敢有啥物鼓励因会当较互相会当来交流的活动安尼？你讲我咧教育读册会时阵，还是对，对，你咧教育读册会时阵，就是我感觉讲少年人较袂讲话，啊，有当时啊咧讲话就是较前辈的人才会较开喙安尼。有可能是甲我共款啦，就是伊听你要先互你讲，有诶人可能感觉伊讲诶台语无断定，或者是讲用词较无汉啊准，啊是讲伊体现伊家己讲话诶口音啦，啊所以可能话较少，会较接听啦。啊，迄我嘛是有当过的，啊所以就较少会讲。啊，毋过这甲囡仔共款啦，接听，听久听到某一个程度，伊就会进步啊。啊，我感觉毋免勉强伊啦，多谢。我的部分，我感觉拄则有小可讲到，就是因为伫读册会内底嘛，袂特别就是要求讲大家一定爱开嘴讲话啊，所以就是对大家会轮流做书写者，啊，搁有就是若是要邀请，若是有时阵拢无人要读，要邀请的时阵，就是会先邀请较无咧开嘴讲话，还是较无咧读的，还是已经真久无来的人先来读安尼啊。有时阵因家己咧读的时阵，因就会发现讲，因可能就家己咧读啊有无顺的所在，是无了解的所在，有时阵因为因家己读啊，就是都会有问题安尼，因迄当阵就会家己会问问题，啊，我毋知影讲安尼敢有小可回答你的问题，但是你要补充。那安尼恁诶敢有意见？我要问无共的问题，大家平安。我是欧妈妈，读到欧妈妈的阵呢，我就拄则迄个问题，我想讲我无啥物要发表的。啊，我想要问迄个伊婷问题，是因为拄则听你咧分享的阵时，参加迄个黑笔委员因发起嘛，看的角度咧讲啊。后来伊停参加的时阵，头前其实拄着足侪困难的，对袂着啊，退出足侪摆，搁转来。我想要知影你的动机是啥呢？因为我感觉真正是足无简单的，就拄着遮尔困难了后，搁愿意搁安尼转来，迄个动机到底是啥物啊？就足好现的，所以想要请教一下，感恩。离开会搁转来哦。啊，就是感觉啊，就明明这就无困难啊，这台语是我的母语啊，啊，毋过发现讲啊，毋对呢，这我是青梅牛呢，啊，就是爱克服这个文字的读甲写，啊，就是感觉毋甘愿尔，这遮简单的物件我竟然袂晓，
就听有，毋过下到就是感觉，我就真正青梅有，所以爱去克服即种心理的跨界啦，爱甲下过啦。所以讲，毋过即个互动吼，白话字即个互动，坦白讲，真正足悬，比我想象的搁较悬。尾啊，我嘛发现讲，我真专心去甲证照考过了后，转来参加，歹势对袂着阵。我已经考到证照后，4万后，而且佫是白话字的最高级咯，成大拢考过后，歹势对袂着阵。因为读的是读文献，读的速度爱佫紧，爱佫怀直。大家伫讲的遐生活经验吼，确实是对袂着阵。对我来讲，迄是另外一个世界啦。毋过嘛是毋甘愿，即我的母语呢，我哪有可能袂晓？嘛是爱佫甲教过所以我嘛真鼓励讲，对袂着阵的人吼，毋免惊歹势，甲读互哩哩落落，对久的对有啊，对袂着阵毋则爱来，对着阵就毋免来你。以上。好梁光兄有举手。我是是讲要分享一个物件吼，拄则明翰吼，你有咧分享讲，你去参加读册会吼，你感觉讲少年的吼，拢较无爱发言吼，是毋是讲因台语较歹啦吼？我捌看到，我用一个迄个简单的迄个共款的例啦吼，就是讲因即个韩国教会，伫美国韩国教会，因嘛是用英语用即个韩语啦吼，所以而且咧少年的时阵咧开会时，少年拢无啥爱讲话吼，所以大家想讲可能因是韩国话较无好，毋过吼，因即摆用英语咧讲的时阵吼，有哪是拢是遐长辈咧讲，拢少年拢伫遐听，则讲就是你第一代伊应该是英语讲了比较少年较歹毋过因有缘是共款是。少年毋敢讲话，所以大家就开始去探讨迄个文化因素。到尾掠到尾就是讲，即种儒家思想的影响就是讲，这爱尊重长辈尊重时代伊会感觉讲，伫迄个平平咧讨论的人因会感觉讲，因的权力较低，因的即个社会地位较低时，伊较毋敢发言所以我是感觉讲可能。嘛有即种的现象，因为你华语的中间，若讲是华语的中间咧讲的是毋是共款的现象？可能我是真趣味咧，爱知影，因为我嘛是会发觉讲咧读册会时，较少年的人较毋肯讲话，敢有即种的情形？我是爱要请教大家安尼啦吼，多谢。好无咱较等下才来讨论这个问题。咱先互阮的先来小解读甲王妈妈。好，大家平安，就多么的等我分享下画面，迄个，嘿嘿嘿嘿，伊嘛要听我讲啊。哦，唔使讲係。我现场人都侪。好，大家平安，我是欧妈妈的润呢。今仔日我头前分享后壁嘛是共款，读到我妈妈的读册盘托付，嘛会来甲大家分享。头前我先讲，好，大家平安，读到我妈妈读册会，咱就先对哪会行来到遮来讲。咱敢正经相信台湾国思想行动甲精神，其实后来想到，我妈妈有若一个读册会，毋过今仔日要介绍的是阮上原始开始的迄个读册会，发现其实一直是咧做遮的代志，嘛是简单甲大家讲，我妈妈即个读册会的历史对。其实2018年是初代的我妈妈现场啉酒读册会去过，
啊，迄个阵拢是见面读册，迄个阵阮拢搁住伫台北，啊，可能会约伫小巨蛋迄边，迄阵有一个空间会当使用，还是讲倒一个朋友因兜，啊，迄个阵无固定，啊，会讲是会特别甲啉酒即两字写出来，其实毋是讲阮足爱啉，有一寡人足爱啉嘛。啊，毋过其实是就迄个啉酒的时阵，发现讲毋是干那读册即个物件，因为啉酒的过程，可能有一个人平常时较惊嘛，啊，因酒啉落了后，因就较有法度，毋是干那讨论讲即个事啊，即个台语的讲法敢有用过。我记迄阵阮应该头前咧读乡树补习嘛有读，啊后壁什物天光前的恋爱故事，都袂干那咧学台湾话甲台文尔，就开始针对迄个内容会有足多无共刺激甲讨论。我感觉酒内底有扮演一个角色，特别是对较惊的查甫男性遮的朋友来讲，所以才甲啉酒即两字嘛是甲写出来。啊，而且见面的读册会，足多阮迄个时阵有的朋友是完全莫讲白话字读袂叮当啦，因为乡树补习迄本是汉字嘛。依然汉字就读袂叮当，就台语的程度非常无好啊。毋过因为是现场读册会啊，有法度又有酒，所以伊读袂出来。就阮所有人就讲他，有法度用即款方式，因为若是讲是线顶的，其实互相人甲人之间无即款见着面的信任甲基础，其实是无适合嘛无方便来做即款代志。所以我感觉2018年迄阵起过的即个我妈妈现场的啉酒读册会，其实是真正是上原始的迄个信任甲起点伫咧遐。好啊，后来若讲正式到即摆迄个读册会较重要，开始又搁开始定起，因为迄个阵就较无固定，搁开始就是到2023年要办，我妈妈要办迄个。我妈妈是一协会对，啊要办对外单位底篇读册会啊，才变做拜师即个读册会是一个内部训练，要来筹备即个对外单位底篇读册会啊。迄个阵是安怎向无代无志要办单位底篇的读册会，其实嘛是因为感觉咱即阵人内底爱找代志，互一寡人做。因为咱拄好，阮是一定有共同理想的人嘛。这个理想可能是要去台湾国，啊，想要互咱的台湾囡仔有迄个空间，会当伫拢全台湾话，啊，这全台湾话当然包括文字的迄个环境大汉。啊，到底要安怎做？都毋是那干那一直伫面册发文啊，还是找人冤家，其实感觉就无彩。啊，咱的开力有法度转化做一个真正的啥物，啊，迄个啥物无一定是随看会到，毋过上无互大家做伙做代志，啊，有法度去练习各方面的能力，所以迄阵就是看一寡人，感觉因食饱伤用啊，可能一直咧冤家，一直咧甲外口的人，当然是为着咱去争斗，毋过就感觉就无彩，因为迄款正的，若是倒一工面册无欢喜，全部拢太的，又搁无去嘛。咱应该爱去咱家己的物件，累积咱家己的物件，安尼较好势。所以就决定好来办一个读册会，互恁遮的人做。所以决定要办，啊，我就掠人来做伙办，安尼。啊，迄个阵初步对外读册会是设定讲读10摆，啊，一礼拜一届。啊，因为我写到山顶咧，好，山顶4摆实体一摆，啊，搁4摆搁一摆安尼。因为阮有缘是有头前迄个经验，阮就相信爱有实体的见面，会有无共的刺激甲化学的变化，对。啊，因为咱就10岁嘛，所以阮就伫7月的时阵结束。我会记上尾一摆实体迄个冰涵甲迄个玉金嘛，拢有拄好转来台湾，有做伙读册。阮迄阵搁小甲迄阵读迄篇应该是免费，搁走去，阮有迄个免费，但飞车路后一篇免费，就飞车路走去找单位迄篇，阮搁走出去咖啡店外口敲电话，看迄个电话有通无。对，好，啊，搁来，其实对，2023年这个读册会起过，啊，初期其实原底想要找代志做，后来才发现讲，其实因为阮搁有甲迄个这篇小说本身甲遐汉字全部转做全白话字，啊，才发现讲这个工程其实足大的，迄个美感足多的，所以迄个阵真正是一礼拜有3-4个人。拢咧做即件代志，3-4点钟，除了开会以外，搁爱另外家己去翻译啊，去编辑啊，咧做即个代志啊，选文要安怎选啊？
即个对外读册会结束了后，7月结束啊，毋过即个筹备会就互阮筹备的过程，筹备即个对外读册会的过程，互阮理解讲阮家己佫欠缺，诚侪能力佫欠缺，所以阮就继续甲迄个筹备会变做即卖读甲欧妈妈的读册会继续捧，因为发现讲哇，咱的能力佫真有通补充，佫有通变强的空间真大，所以就捧到今，即摆是2025年已经固定逐礼拜安尼捧超过5档，或者逐礼拜固定。大好今年4月的时阵，嘛2个月前尔，安尼捧2个月了，2年了后佫翻头转来看，安尼咱即摆即个拜四固定的读册会定位是啥？等下后壁嘛会讲到。甚至咱嘛佫欧妈妈即摆嘛有佫增加另外一个台湾人日本册的读册会，阮即摆咧读王玉德先生咱的先辈的自传，是用日本话咧写的，对，就是读一本话安尼，嘛是咧加强各方面的能力。好，这是当初是2023年4月迄阵咧宣传，即个对外读册会的时阵的发文，就是写讲。简单介绍单位先，讲咱的特色有选文委员会，迄个选文委员会有设定讲主题方向甲目标，阮的用字绝对无重大，阮就感觉若是要办读册会，那会使读用字有重大的物件，要转白话的过程，一直拍拼啦，就拍拼咧自我要求，想要针对内容来讨论，实体活动甲网络活动拢有对，爱准备基础的台语台文的能力，拢爱先读过，这拢是基本的。若是有基本，拢爱先提出，因为互别人嘛有通准备，安尼好，安尼就继续行。这个部分是列出阮读册会伫国后来迄个拜四，即马固定拜四暗时的迄个读册会，那会过来到遮，阮就列出阮国无共时期的读的读调，即个副标题是啥？台湾建国路安怎行？咱欠啥？其实这嘛是反映伫咱国时期，咧读的资料顶头，就是阮迄个阵，阮差不多是2档嘛，2档的过程读遮的物件，所以每一个时期底可能差不多2-3个月，长的阶段通超过半档，对。即摆遮写的数字是。像第一阶段单类第一篇，这有伫咱世界台湾文化论坛第159回的时阵，有试捧伫线顶论坛经一篇来试读互甲大家做伙试读，对。像教会报是第2阶段，因为阮第一阶段发现讲，哇，咱要甲单位生的迄个汉落的作品，搁转换做转白话字，才搁互大家读，对迄个成本对目前的阮无全一个人来做。这项代志，而且迄毋是一个人的工课，迄主要是一个小组做伙编辑甲意见，因为迄毋是一个人的台文能力的问题，迄其实有足侪美感。总是咱台湾是也袂有咱台湾国的所在，所以咱足侪物件是也袂有完全固定的标准。当然，咱看过去足侪文献，足侪例有一定的标准无毋对，毋过迄个标准是按互咱归纳出来的。对，这毋是一个人的工课，这应该是对若是讲是正常。外口有家己国家的人，因是有一定人一个专门的单位来做这个代志的，对。所以第2阶段，阮就找教会报来读，因为阮发现讲教会报伊就便便，就拢是白话字的文献嘛，而且会当反映迄个时代、迄个时期无共的针对无共的代志，像有啥物亚妈祖啦，迄个时阵的人是安怎看思想的变化，嘛会当去看到历史的分野，甲咱观念的转变。这嘛伫咱。世界台湾文化论坛第167回甲180回，拢有试捧甲大家做伙读过。伫中共一个时期嘛，有试捧编辑组即个物件，因为咱的先辈有即摆嘛是佫有咧出迄个台湾字即本杂志嘛，有欠投稿。其实咱遮会晓台文的人，平常时都有咧写物件，若有法度去投去遐是足好的代志。因为逐个人写的迄个文章品质，逐个会晓台文，毋过写出来有水无水无，迄对阮来讲是真重要的代志。其实嘛是爱经过编辑的迄个练习，会当互咱归纳搁较侪。咱台文的美感是啥？嘛是咧练习编辑组，毋过即马暂时暂停，
对，因为迄嘛爱开就大时间亏力嘛，毋是一个人的工。啊，后来第三步佫读来外科看护学，因为阮拄好，阮的固定生活内底有医生，啊，阮就做伙去读迄个中伦的部分。后壁的啥物病，阮就无继续读，因为阮就感觉，其实真侪读册会，一本册就一定要读甲了，毋过其实无一定。啊，咱重点，我妈妈是真介意，真惯势去思考讲，咱读这是想要有啥物目的，啊，所以咱读一段时间了后，就会翻头。来看讲，安尼阮过去这段时间，阮读的甲阮当初是设定的目标，敢有符合？啊，若有真好，啊，若无，咱安尼可能有啥物款好，还是无好的帮助，还是得到啥对？啊，会个翻头去调整迄个方向。啊，第四阶段找影片来去画一个，对，啊，画一个嘛是去准备画一个啦。啊，这是因为，咱知影文献是文献，啊，真侪无共语言其实拢共款。书面诶文字呈现甲口语诶讲话之间会有一定的前差，大部分的语言可能拢是安尼。啊，其实咱重点是，阮的理念是文字是替语言服务，所以文献文字当然真要紧，毋过文字敢若是语言的一个部分。啊，咱我妈妈读册会的目的是要甲即个语言摕转来即个台湾社会继续使用，所以。头前咱文献读一阵仔了后，就感觉亲像菜爱食，肉嘛爱食嘛，啊肉若是白肉红肉嘛拢爱食，咱希望营养是平平的，所以阮就过去翻头找一寡是影音的资料来去训练阮家己听甲输出的能力。啊，这阮嘛有做，可能阮会去找像义工教会10周年牧师的迄个演讲，短短10分钟，一人分1分钟来去画一个。啊，做伙伫读册会的时阵，做伙顺嘛，做伙来算即个品质的工课。啊，过来中间嘛，拄好拄着我妈妈办迄个台湾国亲子会，所以嘛是咧练习。啊，阮内底有一寡人嘛有去三文溪电台迄边算过，对，所以嘛做伙来算迄个广播剧即个物件，因为咱台湾囡仔真欠，因怎会听啊？对。啊，过来即个阶段过，阮阁有算。输入语法，阮有去找迄个 Marino， 因过去咧教传教书，袂当找上新的版本，爱找较旧的版本，因为上新的版本有时啊会画着一寡较无清气的物件。啊，阮就会去找某一个时代进前的迄个语法册来翻头分析，讲即马咱有一寡语法，敢是咱过去的台湾人毋是安尼讲的，啊正版的台湾话是安怎讲？迄个阮逐开心头，大概读册会头前先读20分钟，安尼。啊，对话练习是阮反省，阮过去感觉啊，阮一直咧输入，啊，阮知影真侪台湾话是安怎。毋过阮知影了后，阮若是无练习输出，其实迄个消化会不良。就阮知影，毋过阮用出去的阵佫袂记得。有时候我嘛是咧掠两个人，啊，互因一个主题，啊，练习对，因用文字对话了后，大家去翻头去掠通。啊，看讲到底咱会当安怎算对，啊，继续对，即摆嘛是继续伫遮个阶段继续来捧。好，啊，因为安尼读册会，即摆即个摆是读到我妈妈读册会捧2档，啊，阮就翻头咧想定位是啥？因为即个读册会其实阮的群组内底人，可能20外个，啊，毋过啊，当然固定参加的无遐尼多，因为阮是办。就阮的定位到底是啥？有时啊，我妈妈有时办活动，对上最一年我会记有敢若公布完就25个嘛。啊，佮较莫讲其他我妈妈会员啊、理监事等等的。毋过，有个人特别讲，像今年校冠的时阵，咱有邀请校冠较有闲来参加。毋过，常来参加的时阵，其实阮就发现讲，因为伊头前无对，啊，伊是校冠，可能这段时间较有闲来参加。啊，毋过迄规个读册会。主要咱到底是为着啥？啊，可能伊头前有足个物件无对着的，啊，咱爱个甲伊解说的时阵，有时啊家己，若是阮家己的迄个定位无掠好调，规个进度啊，还是啥物都会互拖去，安尼敢是咱要爱？咱读册会到底是为着啥？所以就定心过来伫今年4月的时阵，差不多开着2-3摆、3-4摆的时间讨论即个问题。而咱开遮个资源，对遮个资源其实你讲钱可能。毋是上主要的资源，毋过就看到你看逐礼拜7、8个人、8、9个人，逐礼拜
开3点钟，伫即个敢若开会就3点钟，另外虽然读册的时间1、2点钟，准备的时间1、2点钟，安尼你看一礼拜就是，我个人的时间5点钟好啊，安尼10个人是50点钟嘞，啊，这50点钟咱到底想要得到啥？啊，阮就翻头来做伙讨论即个问题，所以阮就确认定位，啊，这是阮确认了后的结论。啊，包括讲，其实阮逐个阶段，拄则头前讲的，每一个阶段要读啥，迄拢是拄好拢会差不多第3个月到半冬就会翻头做伙讨论，因为我确认每一个人得到的嘛，啊嘛无一定每一个人得到安尼共款，毋过需要互相确认。啊，过来，阮第一个确认的代志就是，这是阮拜四的读册会，读到我妈妈这个读册会，是一个内部训练。啊，这个内部是啥物意思？基本上目前定义的内部是我妈妈的理监事甲公务员，公务员是阮的活动的时阵会来斗骹手的人，或者公务员。因为咱要去台湾国，所以这就是台湾国的公务员，这是内部的训练啊。所以这个读到我妈妈读册会是无对外的。啊，若是你拄则听到迄个台湾人日本的读册会，迄就是有对外的，对。毋过对消息敢会公开放送，还是讲是私底下邀请者，迄就是对各有无共的考虑安尼。啊，会感觉阮爱甲迄个代志，阮家己是需要甲目的甲行动区分互清楚，安尼阮做代志感觉较安心。啊，所以内部的训练，啊，搁分讲是花的团队固定的成员，甲收费的训练。这收费训练就亲像阮头前讲到，有平常时无参加的公务员，要报名1个月，安尼伊是爱付钱来参加的，亲像咱有设计师。伊若是要学一个新的软体，其实伊嘛是爱付钱去外口家己上课进修，但其实是一款概念，对。所以花的团队甲收费的成员，这是无共的分工。过来目标其实读册会上主要的，好像嘛有志讲着，其实读册会最重要的就是输入嘛。咱即摆足侪人咧要求咱生活啊，还是无论是面册咧写，还是平常时输出，想要转台湾话。毋过其实，但是咱输入的咱无输入台湾话，咱哪有可能输出台湾话？对，特别是咱输入的拢是全中语的时阵，啊，输出的其实都是用台湾话咧发音的中语尔，对。啊，所以咱的目标就输入了后，才有法度传承台湾话这个物件。啊，过来是毋但传承台湾话嘛，希望传承台文，而且这个台文是台湾人、台湾社会、台湾话做主体的台文。想要特别安尼强调，是因为阮足惊像我家己好啊。若是我无遮认真的去学台文，我敢若是我深学台文的第一档，我会晓写。我第二，我可能我嘛是5、6工前就去考迄个台语认证啊，我摕到 C2 啊，我嘛是摕到白话以上关级。毋过讲实在，我回头看我家己迄阵写的物件，我真正是毋敢看哩哩啦啦。啊，毋过若是讲是100档了后的台湾人回头看，就讲哦，这个人写的呢，伊有通过 C2 啊，伊嘛有摕到白话是关级啊，伊就讲100档了后，这就变做是文献啊，伊就就是讲，哇，迄个时阵的台文就是安尼啊。毋过其实迄是错误的台文啊，所以阮即摆拢会翻头去看。比如讲，我感觉像第2位教授因迄个阵的台文啊，搁较早，比如讲教会部搁较早的台文，毋是讲教会部尔，搁有共时期有足侪无人的刊物。遮啊，搁有嘛毋若讲是干啊白话字的部分，包括讲咱的影音资料，愈换愈有嘛，搁有像歌册，我嘛会参考，对。所以输入的部分，阮是希望，文字是为语言服务，语言是为着即阵族群服务，所以台湾话是咧服务台湾人，对，即个台湾社会啊，组织工作嘛是即个读册会的意义，所以读册会，才会讨论着足侪。头前咧讲啉酒嘛，是啉酒是一个工具尔，重点是迄个信任的累积，甲情感的交流。因为咱知影咱台湾话会死，绝对毋是因为即个语言伊本身较无水准，还是较毋好用，还是安怎？其实都是政治因素啊，政治因素需要政治解决，所以咱需要理解到即个体制的问题，所以迄个组织工作是需要做的，对啊，就做即个迄个读册会嘛是咧做即项代志。啊，搁来读册会的定位，我妈妈其实是感觉，咱当时咧做囡仔的事工，毋过为着囡仔，也是讲为着咱台湾囡仔讲台湾话的环境要继续。咱知影讲，每一个语言需要有伊家己的军队，啊，军队伫现代就是一个国家的产物，所以咱需要国家。啊，其实我妈妈读册会
逐礼拜安尼交流，对阮来讲，这就是研究院啊。咱其实像每一个国家拢有因家己的研究院嘛。无论是我写讲是国家研究院，还是讲是这是国家的嘛，还是讲是 think tank，这款智库，拢是这可能是听起来较敏感的，不过基本上拢有一群学者专门咧做这款代志，因为这款代志真正是做不了的，足大量的。咱若是要起到台湾国，咱无可能无这款单位干那戆戆做，无去想一直做，不过无停落来翻头想，这是袂使的。所以其实拜谢读册会。伫即2档等来是毋是目标呢？是翻头看，发现伊就是安尼款。对我妈妈来讲，伊就是安尼款的角色。咱到底是为着啥？逐礼拜拢加减会，互大家去做伙思考即个问题。特别的所在，是安怎？就阮的读册会的上爱问是安怎？我感觉特别的所在分简单讲几点。就第一个就毋若是读册嘛。阮嘛是较爱看扫影，像阮拄则讲头前，可能阮读过去的问题，阮会尽量看扫影的部分，因为扫影真正，比起的以外，就起的落尾就是看到迄个文字尔嘛。毋过扫影本身佫有足侪无共的所在会当观察。当然伊有可能扫甲较无清楚，也是啥。毋过阮综合评估了后，嘛是认为扫影本身，会当互咱得到佫较侪，台湾话。佫有台湾话掠外的物件嘛，让做伙吸收着。佫有听声，对，阮就头前嘛有讲，对，阮毋若是看文字，嘛会去找过去的物件来听，来甲起做白话字。佫有文献安怎看？文献安怎看？我想到迄个准备写一个，就亲像有一寡文献像，有一站啊，要现一寡文献佮敢若白话字好啊，就发现讲，有诶白话字。是以厦门腔口为主嘛，过嘛有诶，毋是安尼。咱即马2005年诶台湾人应该安怎看遮个代志？等等诶嘛会有一寡讨论。好，过来像问题介侪，对啊，阮诶问题就是世界侪，啥怎咱来讲台湾话？除了讲这是咱诶台湾话了外，敢一定爱讲？咱诶后一代无讲，啥怎咱会感觉听？敢一定爱台湾国？其实无定就无一定。若是讲今仔日。时代业语，佫有1000个人会晓讲，咱敢一定爱台湾话？毋知影，这嘛是咱读册会会当做伙讨论的问题。敢一定爱写字？这其实现场我在座各位，我相信无啥个问题。毋过其实若是讲有个人，这其实是咱的共识，毋过毋是外口人的共识。若是咱甲外口人相拄的时阵，咱要安怎互因体会、互因理解到这件代志？这款问题的刺激，其实嘛真重要。过来掠虫嘛是一个大特色甲重点。我导演写毋对，我拄则有改读迄个掠虫，包括讲，因为阮逐个人轮流读嘛。其实逐个初期咧读的阵，相信对过读册会的人拢知影，特别是咧扫白话字的时阵，咱的目睭、头脑甲喙，迄个速度是无法度对互好势。所以咱台湾话又佫有转调，有啥？比如讲我讲台湾国。毋过我敢目睭先读到台湾，我就讲台湾国，安尼我就无转调啊，安尼就毋对。阮就会互相分配，讲我是负责掠我头前迄个甲后壁迄个，安尼爱甲伊讲，你拄则咧读的时阵，你迄个圆无转调可能是目睭对无对，也是讲伊可能毋知，伊可能知，因为伊若知影，伊家己就会随改啊。毋过人是足歹听，家己讲，足恶滴听着家己咧讲话的时阵咧讲啥。迄个声音敢讲了敢有对，会当转去个听录影，家己个自我觉察，安尼才有随有迄个 feedback， 随有法度有迄个进步，对。过来请教时代，对。阮其实读册会，虽然阮问题介侪，毋过阮嘛定定爱接受即件代志是，即个问题提出来，伫遮无一定会当得到，无一定有法度随得到答案。我感觉即个认识嘛真重要，因为足侪物件咱毋知的代志。所以有时来讲，恁兜敢安尼讲？亲像啥？什么字啊？我袂记得哦。路人，对，路人。你讲像，其实白话字主流是写路人，对。过敢真正有人厝里有听到时代有安尼讲，有人讲路里，有人讲啥物这其实这真正真恶的干那用咱读册的资料，
去找着。所以虽然阮有住迄个阿狗的，住打狗的，住家己的，住台中的，住因兜新竹的，虽然等于溪口，得认真听，着搁袂有时搁袂当直接问的，按听声出因兜的事大人到底是咧创啥。着阮要甲这掠出来，着啊，阮才知影，阮想要知影真相，着啊，可来阮嘛掠的嘛毋若是语词，搁爱掠语法，啊，即个语法。头前像安样，拄则嘛有介绍着爸阿妈，这是上基础啊。其实，这是在世界重要呢。亲像我细汉的时阵，我嘛是第一语言是台湾话，细汉的时阵。毋过阮母啊，因为做先生，伊就惯死甲囡仔讲中国话。啊，我要去甲阮母啊斗的时阵，我就用台湾话理路，爱讲中国话，甲阮母啊斗讲，阮小妹教我拍，我用中语讲嘛。啊，阮母啊就会讲，啊，你小妹互你拍，你搁敢来甲我讲哦。对啊，这其实就是证明讲，迄个语法才有对迄个一个语言结构，人甲人之间互相沟通嘛，有足大的影响。而且咱台湾话甲中语是完全，中国话甲完全无共款的两款语言。对，所以语法阮嘛是逐礼拜拢会有无共的会当互大家看。逐个月阮会增加一个，要厉害，这是确定的，啊，这是候选名单，候选名单无一定完全确定。毋过，阮逐个月第一摆读册会，阮就会增加一个。对即个月开始，迄落咱会加掠一个啥物哦？对啊，若是读册会的人，连阮拜一个公务员聚会嘛，甲大家 update 更新啊，咱就袂个慢慢就有通互相听着，互相提醒，就袂个出现即款话。啊，煞来咱就要请top 来讲掠糖的其中一个例。大家平安，来分享即摆找到的即个事啊，是安怎掠？我感觉掠糖袂歹啊，咱互相会当知影讲，听会着互相纠正安尼啦。啊，即个就是袂使嘛，啊，大家语言拢袂使，比如讲日本话就会会啊，英语就会啥物外国的或者台湾话有的人，咱是大，咱注意咧听的时阵，因咧讲一个话，啊调咧讲袂出来的时阵，伊会讲啥？伊会讲啊着迄落，啊着，迄，因为袂使是安尼，啊是安怎会有相遮济人会袂使是就是迄当阵是阮内部的阮的迄个日本话读册会内底啊，请其中一个人讲话的时阵。伊咧看日本话的文章，啊，要直接甲伊做台湾话的时阵，伊讲40摆就是，伊就讲咧，就是讲吼，就是迄落，就是这个人，就是全部拢是就是啊。尾手阮发现讲，这个就是中语的袂使，啊，逐个语言拢会有嘛，毋过。是安怎会有一部分的人会讲出，就这个世代的人会安尼咧？啊，阮咧检讨讲，哪会有当时啊，有个人已经全部台湾话啊，啊是大嘛有关，无想要甲你讲台湾话，因为咱咧讲的可能毋是台湾话，敢若是台湾话发音的中语安尼，啊，这内底有足侪语法。或者是袂使，拢有可能。当然，迄落这敢是一部分啦，又嘛有可能看你就无先会晓讲台湾话的人，安尼啊有足侪。啊，咱敢会当咱会当做去检讨安尼。啊，这个就是当时会使，当时袂使咧。比如讲，今日就是拜六，我就是查甫，我就是台湾人，这款的会使。这个就是来改做就是会通的，啊，这就 OK。毋过这个就是若甲算起来，规句话，伊的意思袂影响的，通常会当免讲的，这就是解读的袂使安尼。好，差不多是安尼。所以，感谢大家。
多谢大家。对啊，因为其实这2天我就有搁伫社顶头看到有一寡少年人，因用中文咧写啦，就咧讲我已经全台湾话啊，阮爸阮阿嬷拢无甲我讲，看着我拢无甲我讲台湾话，因足气的。啊，毋过我当然无感觉完全无越头前即个镜头，毋过嘛有影，就有诶少年人因就是因讲台湾话，毋过其实因毋是。对啊，遐老大人听到你就是伤济的时阵，伊会知影你是一个讲中意的人，啊，伊嘛想要体贴你嘛，对，就会变成安尼，所以各款因素，阮拢会伫这读册会内底讨论。好，大概是安尼，阮即个 team，我就简单甲迄个读册会即摆有咧固定参加的名单写出来，毋若是读册盘尔，嘛毋若遮的人，因为遮的人只是有参加拜师读册会对。阮组头是阿贤师，伊今日无法度来主讲，所以交阮2个。固定成员有哪是阮第1任的组头，天是阮欧妈妈的理事，德如是阮欧妈妈的理事，炳雄是阮的干事，阵呢我是欧妈妈的执行长，林显就是我，对，是我，然后我嘛设计师嘛是艺术家，就有咧来去台湾讲，来去台湾讲，对，搁有阿雄嘛是阮2018年的初代的读册会的成员，阮即摆的组员，另外搁有欢喜甲伊提，好，尾身体祝大家身体健康、健康成功，就是我妈妈又搁甲迄个台文提出来，互大家听通，加金铺啊 QR code 会当加付，多谢大家。我要问恁咧讲，看起来恁有想要行去写的迄个方向，就毋是敢若读伫咧对读到写即个转换，你安怎建议？因为写随时平读足困难。我即马是找无一个较好势的桥，会当甲读看去写，想要问你的意见。因为阮家己，阮家己主要拢是先建立甲人的连接了后，因为像我家己，其实我毋捌我家己啦，我知影我足辛苦，比如说我朋友就伊因迄阵阮咧熟悉，阮是共一阵，因拢是我头一阵伫台北一个见面，阮第一句就讲台湾话的朋友，因为阮本来拢讲台湾话，毋过我伫台北去了后，大家倒来讲拢发现讲台湾话太步足紧诶。即阵人是想要建国，佮知影讲台湾话。迄个阵，阮拢还袂晓台文，阮熟悉的阵，佫拢写中文、火车文，就拍拼想要黑白写中文来表现反抗。后壁因着去上课，我无去上课，毋过迄个时阵，阮就开始互相。我捌写，我嘛无可能要写啥物，毋过因为要写足长的文章以前。可能嘛有人深厚写足长的文章啊，若是伊本身是足较愿意安尼发挥的人。毋过我咧想大部分的人，我观察落来，伫即个社会，伫现主时即个世代，敢若是较孤单，所以欠连接甲互动，所以迄个时阵变做是伫网络的社群要互动，需要写，因为见面你面册老话无可能，大家拢录音嘛，所以就用写的。迄个阵，阮就开始对大家应该拢安尼开始，写一句爱开10分钟。毋过嘛是写一个废文尔。我今仔日去买一个便当，卡棒挂，国民党无倒，台湾就袂好。迄阵伫台北文山区，互头家学了，可能我安尼写，就爱写可能半点钟。毋过都有人足认真看，看了就感觉好安尼，我一定爱甲你回。而且你都已经写台文了，我感觉用中文回伤无尊重啊！而且我有足侪朋友是安尼呢，因为开始发现讲我咧拒绝中文，毋过伊就感觉对呢，我嘛知你咧拒绝中文，安尼我用台湾，我讲用中文甲你用伤无尊重啊！安尼我嘛会去学一个，甲你留一句话，甲你赞声，甲你笑笑，甲你安答，对。毋过后壁嘛会出现足侪情形是，其实我迄篇就是咧写废文尔，伊是佫较慢一批，可能慢一冬才开始学台文的朋友，伊足认真。甲我迄篇规篇读煞，伊原在想讲，佫是要讲啥物认真的代志，敢是佫要讨论台湾建国啊？结果认真读了，过两年佫发一篇废文，对吧？那我感觉，对我来讲，有写，因为白话字，你讲要写甲足水的完全无顶打，当然毋是简单的代志。毋过开始写，咱本来就拢讲白话字就是上若是有心，足简单的让开始写。
我感觉是迄个动机，所以我拄则嘛才请教迄个议题，迄个动机是啥？我感觉伫现代人，还是人即款动物是社群的动物，我嘛是会想要互大家建立社群的连结为主的，爱找着伴，就若看到迄款欠伴的人，若是家己有气力的时阵，就去甲大家若牵一个揪一个，安尼，毋知我的经验大概是安尼。有样敢有意见？要问阵诶，敢有啥物？好，因为拄则论点有讲，就是对来读册会，就是因会设定目的目标可能几摆也是几个月了，就是就会个翻头转来讨论我无啥确定讲若对外的读册会，因为拄则可能你有讲，毋过我无确定讲你对外的读册会，敢是嘛有设定目的目标若是有你是安怎设定目的目标因为对外就有毋是家己人会来参加你是安怎设定是敢免去就是啥物款的目的啥物款的目标安尼。好，安尼我就直接用阮当期是办迄个单位读册会设定，甲大家讲，也是讲日本的读册会嘛会使，因为阮对外读册会有影就无翻头个，因为我感觉敢我无确定迄个台湾普朗会迄边敢是登记固定，因为我妈若是办对外的，目前来讲可能是一期，就拄则讲一期就是10节安尼所以阮是无翻头设定，对，甲参与者个讨论个调整，目前是还无当初是办单位读册会，阮设定的目标，其实就是对就即个，因为阮要建立社群连结，所以阮对迄个讨论的问题讨论的部分就注重大家拢先读煞了后掠通顺语序煞了后，像阮第一篇可能读美丽的上哪阮就开始读讲，若是咱设定一个电动，若是讲咱起一个电动，因为咱即个遮尔赞的作品，咱无互大家搁较侪台湾人读，就无采。过台湾人即马应该讲台湾人啦，全世界人即马拢无啥爱读册。安尼，咱来做电动好啊。若做电动，咱甲阿迪做主角，安尼伊第一就是卖死嘛。若是伊会当卖死，佮保护上哪安尼达成活迄个电动的成就嘛。就会安尼去讨论。迄是阮设目标设定。像阮要安怎达成吼？大家有法度参与。其实，阮就包括讲，阮第一篇迄个阵10篇嘛。阮第一篇设定美丽的上哪，因为阮想要互来参加的人，因为头前我嘛一直拢讲，我嘛是要去台湾过，因为阮认为敢若有建立迄个制度。才有法度互咱听熟的台湾话、台文继续。安尼心头大家先互大家知影，我妈是安怎要安尼办，所以头前像美丽的上哪，咱就让意识到，白色恐怖违反嘛。第二篇是红牡丹，互大家意识到中华民国把咱失明嘛。即个基本的迄个主体结构建立了后，再一步一步到上尾规篇免费结婚，迄就是咧探讨人性，因为免费结婚，咱就无去讲，还是讲飞车路，咱就无去讲中华民国甲台湾，遐尼直接安怎嘛？变做是人甲人之间，咱想要一个啥物款的社会，咱想要人甲人之间安怎的对待，咱要去台湾国头前先处理好势，主体确定，后壁来确定落。所以，阮遮的目标是伫开始对外读册会进前，迄个内部的筹备小组，就讨论好势，就即款设计来去完成即个目的，安尼对，大概可能是安尼。多谢样。多谢。我问遮梁根兄，咱时间是毋是无够？那就是竟然读册会是毋是后摆才来讲？你是主持人，你来决定。我袂记讲，咱普通拢讲到几点？咱是到拢是8点半了啦，
点半钟啦，应该有时拢大部分拢应该到2点钟安尼，所以你是还佫有时间啦。嘿，不要紧，咱今南读册会就后期才佫安排好啊，嘿，就看现场，对，因为足精彩啊，就想要来听诶，咱看现场敢有大家敢有啥物问题？下面有来，若是大家无问题，敢是中光兄你敢有啥物要上尾要讲诶话？嘿，咱就今日就结束安尼。明翰，嘿，我想讲拄则有问我讲，迄个参加读册会诶动机啦。嘿，我想讲我甲即个补充一下好啊。好，我参加读册会诶动机，当然就是讲要达到我即个当初时初起心迄一个设定诶目标啦。迄时阵有要读台语，我其实是有设定目标诶啦。即个目标吼，迄时阵诶目标，我拄则吼，佮加入我小看一下，我摕出来看，我念互逐个听啦吼。迄时2冬外前要参加读册会，要学台语去社大诶时阵，我有甲我诶目标写落来。第一，我就是讲要趁了少年吼，会晓捌字啦，读台文册，会当浸伫台湾文学内底面啦。因为50岁进前，还袂学台文进前，拢是读四角字甲华语诶文学作品啦。当然英文诶作品嘛有啦，毋过我发现讲是安怎台湾诶文学作品我拢无熟悉，所以迄是第一个初起心啦。第二，我有定一个目标，讲我想要甲我读壳内底吼，即个语言诶即个抄册，甲抄册做台语诶理路，就是讲我诶作业系统要甲换掉啦，可能就爱对华语甲换做读壳内底甲换做全台语。毋过这内底有一个坎吼，足歹爬过诶。迄个坎就是讲，我无台语词通好用，就是讲词类无够啦。因为词类无够，就无法度表达正确诶用词甲正确诶感情啦。所以这有需要真有路，甲真典雅诶，甲真端正诶台语吼，来使用。最后就是希望讲。我若准是一个会晓使用真端正诶台语诶人我应该是会当甲摕来生活，会当小解家己诶专业诶领域。这个应该是最后诶目的啦。所摆我会阁继续参加读册会诶理由，就是讲我还无法度有够额诶台语词，通好去做正确诶表达。甚至讲甲用伫家己诶专业内底，这是我要阁继续伫读册会诶引导是安尼。好，以上补充。多谢依婷。好，首先，读册，迄个找台语读册会我无参加，读甲学妈妈我嘛要参加。我是感觉即2个读册会真无共，就是找台语读册会对我来讲是吸收搁较侪台语诶知识诶所在。若是读甲我妈妈遐，就是博感情诶所在。对，若是今南读册会有另外特色，咱大家敬请期待。好。所以今日就先安尼，龙哥兄会当甲录影关起来。来，安尼哈，安尼恁当时恁迄个后边吼，咱6月14是毋是怎换恁来讲？好啊。你来讲毋免去找人来说目，对嘛？好。好。龙哥，咱刚才讨论一下，讲对。后壁诶。我即摆先来甲即个关起来哈。好。等一下哈。